你叫对光明，正是。你经过年轻，可有标记之物？哦，无语。你家是哪里？万岁。家是在青木郡对金庸，今年几岁了？年方18不足矣。你不是与姐姐分开？姐姐她12年前跟着公，从此定在东沙坪。你不记得与你姐姐分别时的情景吗？记得。曾记得那日姐姐亲丫的，讨来米饼从我记，一贯觉得米汤水，临迎接我把头压西。姐姐。对光明，你可有作为你姐姐知道的事？快讲！有一日弟弟病重，我在床，在姐姐肩上落落去菜伤。我穿着上过的相思，比不了那儿夸姐姐。女下伤痕永难忘。爹
中秋，团圆月，地为民，怕听听我故乡调。迎喜在你自生自长，路边草，上人了沏茶暖儿一起高，你呀孩儿你哭此，你缓将从今儿凡事有体来操劳。我再也不离开你，再也不将你离开我了。去过不去哪门？不过，弟弟，看来去过还拜见安素。国舅必胜，国舅历经艰难，今这国舅团圆，实在难得。寡人想望儿国舅一何？国舅可否成亲？哦，这是大门大喜，来，快宣过去夫人。宣国舅夫人进去。你早不用推荐俺给娘。你生不用，好一个不用，真是待人好有喜寿万岁，家内父求见。哦，家圣来了。爱卿，快替你到后宫叙叙离别之情吧。